便可飞升仙界，岂能败在这最后一剑？我不甘心！这是何处？大秦王朝，这是你的主人，竟是被废的皇帝。父皇遭妖后谋害，自己年幼登基，却被赶下台，反倒让那孽种占了地位，不能躲在这后宫炼丹，妄图得道成仙。可笑！这世界灵气稀薄，纵是穷尽一生也难窥仙土。还好本尊仙力尚存，重铸仙机亦非难事。太上皇，该吃丹药了。这是大秦皇后胡玉儿，我那个孽种弟弟还真舍得下血本，竟然让自己的皇后使出美人计，勾引元神，每日吃下毒药。可惜我不是他。太上皇，你要干什么？哼！你我做什么？你深夜来此穿成这样，无非就是勾引朕。既如此，那朕满足你。我可是当今皇后，更是你的弟妹，你不可以这样。朕喜欢的就是当朝皇后。救命！太上皇不好了，李启半夜强闯后宫，强迫您的皇后侍寝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什么？周元那个废物，整日抱着丹炉炼丹，放着你这样的美人不管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李启，你不要过来，太上皇要是知道了。别指望那个废物能来救你。今晚好好的陪我，我让你尝尝男人滋味，保证比那个废物强上100倍。你简直无法无天！无法无天？这天下，皇帝是我表弟，太后是我姑母，太尉是我亲爹，我师父更是掌管着大钱兵权。你听明白了吗？老子就是王法！不要！李启，你找死！李启！哟，这不是太上皇吗？大等狂徒！光天化日之下敢淫乱后宫，朕问你该当何罪？该当何罪？周远，你炼丹把脑子都给练坏了吧？你一个被废黜的废帝，还在这摆什么皇帝的架子？陛下，陛下，你快走，你斗不过他们的。听见没？一个女人都比你明白事理，你一个被赶下台的废人，也敢管我李启的事？识相的就赶紧滚！还是说你想留下来旁观？放肆！朕乃95之孙，天下共主，一介蝼蚁，敢跟朕口出狂言！我的耳朵，我的耳朵！这只是开胃菜。朕再问你一次，你刚才在干什么？周元，你敢伤我？好，好啊！我明天就让姑母下旨，把你满门抄斩！
千百年了，还从未有过谁敢这么跟朕说话。陛下，你冷静点。李启背后是整个朝廷，母后正好想找借口刺你的罪，你不能杀他，你那是自投罗网啊！没错，你不能动我，太后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，威胁朕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今天朕要让你们都明白，这大秦的万里江山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人？你怎敢？你想玩什么？陛下可知自己刚刚做了什么？怎么了？李启是太后的侄子，更是太尉之子，就连当今的郑国大将军都最宠爱他。你杀了他，太后和皇上不会放过你的，你这是自寻死路啊！一介凡人而已，杀了便杀了。本尊可是千年修士，区区凡人算得了什么？朕既然敢杀他，便不怕别人报复。千年修士，周元，这里是皇宫，不是你的仙山，这杀人是要偿命的。你真以为自己修炼成仙了吗？给我搞清楚，这天下本就是朕的囊中之物，朕想杀谁就杀谁，想叫哪个女人陪睡哪个女人就得陪睡，谁敢多说一个不字？执迷不悟。陛下，你是喜欢修仙吗？今夜臣妾就陪你好好的修仙。不要！这人生还真是窝囊，居然连个女人都想不中。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朕失去的东西一定要亲手拿回来。周元这个大胆狂徒，简直是目无法纪。请陛下做主。陛下，周元那个废物来了。让他跪在外面爬进来，负荆请罪。诸位还真是好雅兴。周元，见了圣上为何不拜？周元，快下跪啊！别意气用事了。大胆周元，见了朕竟然不跪！本尊上跪天地，下跪父母，但从未有人敢让本尊下跪。周元，你怕不是炼丹炼糊涂了？在这朝堂之上，陛下让你跪，你就得跪。来人！谁碰谁死！好！竟敢！周元，你竟敢在朝堂上动武！王兄，你不肯下跪，莫非是漠视大前王久，要当众造反啊？造反？哼！黄老弟，你别忘了，这龙椅本该是朕的。这周元到底怎么回事？怎敢如此说话？他到底是哪来的底气？周元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本尊只想讨回一个公道。当年他们买通宦官，伪造先帝遗诏，趁朕年幼不懂事，将朕赶下台，真当朕不知道吗？不敢乱猜呀！难道真有隐情？嘘，你不要命了？
竟敢在朝堂之上污蔑先帝圣断，诛灭幕后祠堂！皇上息怒，您皇兄定是因为连日炼丹中了丹毒，所以才神志不清、口出狂言的。请皇上看在你们兄弟情深的份上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早说过炼丹伤身，如今竟疯魔了，怕是炼丹炼出了心魔，连君臣之礼都忘了。皇嫂说的是，皇兄整日潜心修道，或许真的是丹毒侵体，一时糊涂。罢了，这件事啊，朕就不追究了。今晚你来朕的书房，好好道歉。陛下仁厚，太上皇确该少炼些千汞，多饮些安神汤才是。你看，对，这是脑子嘛？对，别到时候把丹房给炼炸了。儿啊！太后，我儿李启昨夜被周元残忍杀害，请太后为老臣做主啊！周元在宫中行凶伤人，目无法纪，按律当诛。是，对，就是啊，周元残暴不仁，杀害朝廷命官，罪不可赦。请陛下严惩凶手！请陛下严惩凶手！请陛下严惩凶手！周元，你杀了我儿，一定要给我个交代！够了！朕杀李启，是因为他调戏朕的皇后，有何杀不得？陛下竟然为了我。周元，你放肆！你杀了哀家的侄子也就罢了，眼下居然在朝堂上污蔑朝廷命官。今日你若是不认罪伏法，哀家便下令将你吊死在城门之上。太后不要！太后说的有。朕最后再说一遍，李启深夜闯入内宫，对若薇欲行不轨，该杀！你放屁！我儿做人坦坦荡荡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？一定是你在污蔑！太尉，陛下说的就是事实。既然如此，那魏公公，去将人带上来。传昨夜伺候宫女。你一五一十的将昨夜的情况禀报给哀家听。回太后娘娘，各位大人，昨天李启大人是奉太后娘娘之命给太上皇送丹药，谁料太上皇突然拔剑，不由分说就把李大人给杀了，还说杀了就杀了，没有人敢把他怎么样。这太嚣张了！天哪，无法治啊！成何体统？带下去！太后，饶周元，人证在此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啊！他胡说！明明是昨日李启闯入我的寝宫，想对我图谋不轨，所以太上皇才杀了他。你们这是颠倒黑白！不必多说，就是朕杀了李启。呀，真是他呀！怎么搞？这么大胆啊！过分了！哪怕没有道理，朕要杀他，又如何？尔等又能拿朕如何？这是真杀了张大人！反了！这可是太后的亲侄子，简直是巫王法你！周元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一口一个朕的，你这是在藐视皇位！放肆！
一个杂毛太监，是男是女都搞不清楚，还在朕面前大放厥词。诸位大人，周元昨日杀了我儿，今日又大闹朝廷，我看他不是炼丹中了毒，而是想谋权篡位啊！周元，就凭你还想当皇帝？一个整日抱着丹炉，做着修仙白日梦的小儿，你也配治理天下？周元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现在陛下勤政爱民，国泰民安。你呢，还是赶紧回你的寝宫炼丹去吧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你！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炼丹去吧你！勤政爱民，国泰民安。他真的能治理天下吗？他真的能让百姓幸福安康吗？皇兄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听说全国大旱无雨3年，土地龟裂，农户颗粒无收，百姓们食不果腹，一子儿时之事时常发生。而那边北境的匈奴也时常南下侵扰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哼！而龙椅上坐的这位，不也束手无策吗？放肆！周元，你休要在此妖言惑众，混淆视听。陛下年轻有为，振兴我大钱，那是迟早的事儿。这天不降雨，乃是天灾，岂是朕能左右得了的？你这简直就是胡扯！荒谬！那是因为老天爷都认为你不适合当这个皇帝。他这不是疯了吗？就连老天都敢搬出来！陛下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快住口啊！周元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敢在朝堂妖言惑众？今天你必死无疑，没人可以救你。妖言惑众，我说老天不认可，就是不认可。苍天在上，若支持我上位，请降雨。下雨了，终于下雨了，太好了！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！太好了！下雨了，真的下雨了！是啊，下雨了！是啊，你看，雨，真的是雨啊！3年干旱，苍天终于有眼了，我大钱有救了。先帝呀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吧。诸位可还记得，刚才朕说过什么？朕说过，连这老天都不支持周秦当这个皇帝。现在老天给出了答案，连老天都愿意为朕作证，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周元，就算你会这些奇技淫巧，这也不算什么。哦，朕再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有谁见过一个凡人可以呼风唤雨的？没见过，这等神技只有神仙才能做到。朝堂大事，岂容你来儿戏？儿戏？朕看这真正的儿戏，就是让一个无能之辈坐在这龙椅之上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朝政大事必须经过朕的同意。所有的朝政大事必须经过朕的同意。周元心机如此深沉，借天象造势，可恶！他到底是怎么提前算出要降雨的？怎么不说话了？还是因为心虚了？朕乃天下之主，岂能管得了这天上之事？这老天不降雨，是还没到时候，与朕何干？怎么与你无关？那是因为先帝不认你这个皇帝，所以才让老天不降雨。大胆！圣上之位，乃是先帝亲传，名正言顺。好一个名正言顺！那你们敢发誓吗？朕无愧于先帝，为何起誓？来人，
这个逆贼试图污蔑圣上，扰乱朝纲，还不速速将他给我拿下！且慢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既然你们不愿意承认，那本尊只好请先帝显灵，到时候看你们有何话可说。啊！请先帝显灵？你不会是炼丹把脑子练坏了吧？你真当自己是通幽请神的活神仙啊？太上皇，你怕是失了心智了吧？竟然能说出让先帝显灵，你这简直是天方夜谭，荒唐之极吧你啊，是不是？我看呐，他是知道自己难逃一死，故意装疯，拖延时辰罢了。朱元，你可要掂量清楚了，你这种妄想，如果不能应验的话，那可是欺君的大罪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好，哀家今日便给你个机会，若是你当真能请得先帝显灵，哀家就便放了你；若是你不能，今日谁也救不了你。母后所言极是，皇兄，这般赌约，你还敢应下来吗？这样，朕再加一个条件，你若是输了，柳若薇归我；朕若是输了，朕的皇后归你。哦，黄老弟的皇后美若天仙，你当真舍得？这有何舍不得？陛下，有何不敢？不过朕还要加一个条件，望大臣们见证。若是先帝显灵，那就说明先帝认了我这个皇帝，而非如今这位窃居龙椅之人。还请黄老弟退位让贤。好，哀家便答应你。诸位大臣，刚刚可都听清楚了。若是周元召不来先帝，那可就怪不了本宫。届时便格杀勿论。老臣可以作证，老臣也可以作证，臣等都可以作证。完了，这下该怎么办才好？太上皇，别磨蹭，动作快点儿！难不成你是要拖延时间？周元，难道你想反悔不成？好。今天朕就让你们看看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天子。哼，周元，这就是你说的显灵？怎么半天没有动静啊？我看他那是炼丹，脑子被熏坏了。熏坏了！来人，把这妖言惑众的方子拿下！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站不住了！快看，先帝的牌位动了！先帝真的显灵了！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不过是一阵风而已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母后说的对，不过是一阵风而已。没错，定是如此。听到了吗？只是风，把你们吓破胆了吗？还不赶快把周元拿下！先帝在哪儿？还不速速出来！亮了！先帝到了！先帝显灵了，真的显灵了！你们别被周元给骗了，这都不是真的。怎么回事？这像……是龙气，龙气！妖后，睁大你的眼睛，给朕看清楚！
先帝，那是先帝的声音。父皇，这真的是先帝！臣拜见圣父，拜见圣父。我操！这不可能吧？我从21世纪穿越到这里20多年，怎么不知道这里还是个修仙世界？周元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看见了吗？这便是先帝的旨意。我知道，这是皮影戏，是街头艺人把戏。周元，你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咱家。周元，你是不是用了什么戏法，还敢找个人来假扮先帝？放肆！是真的，是真的！先帝饶命！先帝饶命！臣妾知错了，父皇，父皇，混账东西！你是在天上显灵了吗？你有什么修仙的功法？你快教教我！儿臣也想修仙啊！滚开！朕生前对你们不薄，没想到你们竟然助纣为虐。难道你们不知道，朕生前是让周元接替先帝吗？是让周元接替先帝吗？先帝饶命！奴才是被逼的，都是李林这个妖妇指使的。你。圣主请恕罪，圣主请恕罪，圣主请恕罪。先帝，这周秦勾结奸贼，篡夺皇位，扰乱朝纲，百姓苦不堪言，还望先帝还百姓一个公道，还大秦一个清明。周秦、李林，你们二人野心不死，勾结一气，残害忠良，可治罪。先帝，你别听周元一派胡言，都是他自己无能，才守不住皇位，真的不关我们的事。周秦，你登基以来荒淫无道，不理朝政，致使国家震荡，民不聊生。李林，你垂帘听政，妄杀忠臣，搜刮民脂民膏，这是罪大恶极。今日起，朕便废了你周秦的皇帝之位，废了你李林的太后之位。周元，你本身为正统，贤明仁厚，深得人心。朕命你即日登基，重整朝纲，清理奸佞，还我大好河山。还不快跪下接旨啊！谢先帝，定不负先帝厚望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吾皇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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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万岁万岁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？国家可怎都要一死了之了。先帝显灵，旨意已明。李林祸乱朝政，废立君主，罪大恶极。即日起，打入冷宫。周秦窃居龙位，昏聩无能，纵容奸佞，贬为庶人。李明教子无方，助纣为虐。即日起，革去太尉之职，打入天牢待审。周元，你休要得意！镇国大将军镇守边关，手握数十万兵权，你就不怕他知道了真相，带兵班师回朝，将你碎尸万段，替我复仇吗？哦，那你让他来试试。周元，我再怎么说也是前天子，我看你们谁敢拦我！拦住他们！周元，你们不，周元，放手！
哀家乃先帝之妻，镇国大将军是哀家亲手提拔的，你们就不怕镇国大将军知道了，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带走！你放开我！等着，周元！周元，你不得好死！周元，你给我等着！周元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陛下饶命，奴才是被胁迫的，奴才愿意戴罪立功。陛下，您鞋脏了，奴才给您擦擦。聒噪！你要干什么？周元，我乃两朝元老，有先帝御赐免死金牌，你不能杀我。你怎敢？完了呀！尔等依附奸佞，虽并非主谋，但也难辞其咎。臣等罪该万死，求陛下开恩！求陛下开恩！求陛下开恩！念在尔等并非首恶，保留其官职，戴罪立功。若有下次，定是不赦！不赦！谢谢陛下不杀之恩。陛下，那他怎么处置啊？打入死牢，凌迟处死。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臣错了，臣不该指使犬子调戏皇后，臣错了，陛下饶命啊！压下去！暴君，你这个暴君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报，将军，京城密信。是林丫头的信。哼！妖术惑众，装神弄鬼，周元，你这个废物！之前被我像拎小鸡似的扔去炼丹，如今竟敢趁我不在，如此放肆！反了，真是反了！将军，请息怒。息怒！传我将领，末将在。时机已至，动用我们秘密培养的10万现代军，明日天一亮，挥师进城，还我大秦朗朗乾坤！诺。这不是新帝陛下吗？怎么有空来看我这个废人？莫不是怕镇国大将军打进来，将你这一身黄袍给扒了？镇国将军手里有数十万铁骑，他要是知道的话，他就会带着兵闯进宫来，将你抽筋扒皮，替我复仇。哼，镇国大将军，你说朕要是先杀了你，那镇国大将军会不会更生气？不，你不敢！我身后有张家撑腰，还有镇国大将军，若是知道我遇难，一定会带兵踏进皇宫，为我复仇。要不然，你就杀了我！杀你太简单了。来人，传朕口谕，封锁殿门，任何人不得入内，违令者杀无赦。你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哼！谢家，
你说什么？朕让你卸甲！你无耻！我乃先帝之妻，你怎敢如此侮辱我？先帝之妻？据说这先帝在位之时，从没碰到过你，而周琴也不是你亲生的，是你从宫外带回来的贱种，所以你还是完璧之身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朕说的话你听不见是吗？朕让你卸甲，一件不留。卸！再卸！周元，你无耻！陛下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朕在审讯，你进来做什么？审讯也需要脱衣吗？周元，你敢如此侮辱我，我不会放过你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吃醋了？干嘛啊？放开我！陛下，你要干什么？朕要干什么，皇后还不清楚吗？皇后之前不是很喜欢和朕玩这些游戏吗？陛下，我不要！陛下不要！不要！陛下不要！陛下，臣妾有一事想跟您说。据我所知，太后在入宫前曾有过一段感情，她的白月光张姬正，现在是天下第一大粮商张家的家主，一直在暗中支持她。而前皇后胡玉儿所在的胡家，又掌管着所有的海船。那又如何？大洋彼岸的往来，全得经胡家的船。臣妾怕他们用涨粮价封货轮的方式逼您放人。粮价？货轮？是啊，陛下。如今皇位更迭，百姓本就不安。若张家停了粮源，胡家停了海运，朝堂必乱。到时候，皇后多虑了，只要有朕在的一天，他们就掀不起什么风了。可张家毕竟掌管着半数粮仓，胡家又……陛下，不好了！全国粮价一夜之间连翻数十倍，各州府紧急来报，粮商皆闭门停售。什么？陛下，张家涨粮，胡家管海，如今两家联手施压，百姓已在街头议论纷纷。再这么下去，恐怕要发生民变呢。还请陛下立刻放了前帝和太后啊，安抚两家情绪。丞相所言极是，陛下。现如今粮价飞涨，百姓连粟米都买不起了。若继续固执下去，便是陷百姓于水火之中啊！是啊！诸位今日是异常的齐心啊，莫不是昨晚受了张家的好处了？陛下此言差矣，臣等皆是为了江山社稷。为了江山社稷，还是为了张家的黄金？陛下，若冤枉我等受了好处，也便罢了。可百姓的疾苦是真的呀！陛下，如今粮价飞涨，海船停渡，再这么拖下去，恐怕要动摇国本。难道陛下要和一个粮商硬扛吗？放肆！这江山是朕的江山，朕是天子，还需要给一个小小的粮商服软？
陛下要是不服软，又能怎么样呢？难道要看着我大前子民活活饿死吗？既然他张家以我大前子民的性命来逼宫，那朕抄了他的家。这什么？抄家？陛下，此事万万不可呀！那抄了你的家，退朝，备驾，朕要亲自前往张家。母后，现在市面上粮价大涨，许多百姓都买不起粮食，已经民生在院。这天下谁人不知，我们张家掌握着大前80%的粮食线。他周瑜敢欺辱我，简直就是找死！羞辱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母后，周元那个混蛋怎么欺负你了？没什么。不过我已经向李丞相和这王御史施压，眼下朝廷百官都站在我这一边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他周元就会来求我。太后，皇上有请。看吧，这就顶不住压力来请我。哼，走吧。放肆！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带你去抄家。老爷，这断粮逼宫，真能让周元这小子放人吗？嘿，周元这小子就是靠装神弄鬼上位的一个废物。如今这京城的粮价飞涨，百姓是怨声载道，而且朝廷的重臣又向着咱们说话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就得乖乖的把灵儿给我放出，而且他还登门谢罪。掌柜的，行行好，给我称点米吧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掌柜的，行行好，给我称点米吧。老吴，怎么回事啊？掌柜的，这是一对母女要买米。就这点钱，10文，能称多少是多少。去！没钱还买粮，赶紧滚蛋！求求您了，掌柜的，我就这10文，您通融啊！我女儿她已经3天没有进米了，我给您磕头了，老吴，能不能行？别在这碍眼！哭什么哭啊？你们吃不起粮，这就是你们的命。谁让你们穷啊？贱命！要怪就怪那个废物皇帝。掌柜的，又怎么了？陛下驾到！我说什么来着？顶不住，怎么样？主动上门求粮来了？陛下大驾光临，寒舍蓬荜生辉，敢问陛下驾到有何贵干？哦，这对母女钱不够，还要来买我的粮，我当然不肯卖呀。我这里又不是做慈善的，您说对吧？这京中的百姓连粟米都买不起，你在这大鱼大肉，你这菜里的油是百姓们的苦水熬出来的吧？陛下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我是什么心思，你应该清楚啊。只要你把灵儿放了，从明天起，京城粮价恢复原价，
哦，放人才有粮。没错，我说到做到。来人，将张家全部给朕抓起来！是。什么意思呀？抄你家？什么？你敢抄我张家？哎，灵儿，周元，你竟敢抄张家，就不怕镇国大将军不会放过你吗？哼，给朕抄！我的钱！我的钱！周元，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镇国大将军张振山那是我张家的人？你敢查我的家，等他踏平京城，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！一只野狗也敢在朕面前狂吠，那今天就由你先开始吧。你这叛臣贼子，有胆子你就杀了我！我张家那是世代忠良啊，就算死，我也要落个忠臣的名声。哼，忠良，你也配提这两个字？朕不仅要杀你，还要灭你的九族，好让天下人都知道威胁天子、操纵民生的下场。你灭我九族，你会落下千古骂名的！你这个靠装神弄鬼上位的贼子，你杀了我，不怕世人说你残暴吗？你真敢吗？好啊，那朕满足你。你不得好死！老爷，你醒醒啊！老爷，老爷，周旋，你这个毛贱！你放心，你这么漂亮，朕不会杀你，朕会让你看着你的老相好全族上下是如何走向消亡的。大剑要翻天了！夫君，此乃暴君之举也。陛下今日已经盯着弓箭出神许久了，可是有什么要事？虽然朕已经抄了张家，但朝中未免有些大臣还是心系张家。张家之前掌管天下粮仓，影响已经根深蒂固，恐怕一时难以改变。这3日后就是秋猎，届时满朝文武都会去，朕也要借这次秋猎，让那些看不清局势的人，让他们知道，到底谁才是这江山的主人。陛下，陛下，你受苦了。谁让你用长粮价的方式逼宫周元的？啊！你可知这招多么的愚蠢？打草惊蛇，只会让周元对我们提高警惕。我心急也不能乱了分寸。张振山的信号我已经收到了，3日之内，我们的部队就会兵临城下。我们要先在他们内部打乱他们的部署，给他们致命一击。我穿越过来这些年，一直藏着潜心发育，没想到居然差点败在一个土著手上。陛下，周元马上要秋猎了，野外空旷，正是我们出手的好时机。当然要出手。
他不是靠仙术拉拢人心吗？那我就让他在秋猎场上好好尝尝这科技的滋味。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他的仙术厉害，还是我的枪厉害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王公重臣勿越界，勿相争，鸣笛3声，围猎展开。禽兽优者，朕有重赏，钦此。是。出发，走。真是造孽呀！这前几日张家被抄的余波未平，这陛下又领了一帮众人围猎消遣，这谈何其辱！诸位有所不知啊，这哪是消遣？他这是借着围猎展露身手，想要震慑我们，好稳固自己的位置。正是此理。可就陛下那剑术，平日里连靶子都射不准，想靠围猎来压副本500关，我看未必，说不定啊，还会弄巧成拙。是吧？是一闪一闪，是啊。陛下，借围猎镇住禁军确是好主意，只是陛下的骑射之术是否精切？待会若是有猛兽出入，还望陛下保重龙体啊。略懂一二，但围猎足够。皇兄这雅兴可真足啊！带着满朝大臣围猎尽兴，倒是把弟弟孤零零的扔在那南宫里，好不惬意。周琴，你不是应该被困在南宫吗？为何会出现在这儿？还带着这些士兵和武器，你究竟有何居心？还带着这些士兵和武器，你究竟有何居心？皇后，无碍。皇帝既然来了，那便是客。周琴是怎么出来的？南宫戒备森严。是啊，他如何脱身的？嘘，你看前帝带的兵马，个个神情肃穆，不像是宫里的兵。待会儿啊，必定有好戏看，咱们等着便是。这些兵从没在宫里见过呀。属下也不知道。从未见过这般模样的兵器和服饰。皇兄，既然宫内重臣都在，我们今日不如就比试比试，让众人都看看，我们俩谁更适合统领这万里江山，如何？前帝，您理应在南宫静养，如今这围猎场上尽是重臣，您说这话不合适吧？无碍。皇帝，既然你想比，那朕给你这次机会，说吧，想怎么比？简单，就比狩猎。今日围猎，谁猎杀的猛兽多，谁就获胜。陛下，此事不妥。您自幼便为射骑射之术，平日里更是连弓箭都很少碰。可周琴却自小跟着张将军学习骑射，练得精熟。若是硬拼，殿下定不是他的对手。怎么，这是怕了？周元，你要是实在是怕了，也不是不行，那就乖乖颁布罪己诏，昭告这天下，你不如我夫君，立马退位让贤。这不是弟妹吗？几日不见，又美了3分。你要干什么？不错不错，上次在养心殿，朕没仔细看你，这仔细一看，果然是貌美如花。你还不知道，你的夫君已经把你打赌输给朕了吧？什么？你给我闭嘴！我何时给你打赌了？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你放心，你的皇后，朕日后会好好照顾。金秋时节，雁阵南飞，正好是个比试的靶子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就以天空中的大雁为数，10个数，谁击杀的多，谁就是胜者，如何？好，我接了。周元，觊觎我老婆，你这是自寻死路。弯弓射影全靠眼力和臂力，哪有我的枪快？陛下这是自曝短处啊！实术射焰本就不可能，
更何况他骑射西松，这局输定了。可不是嘛，今日这场比赛啊，有的看喽。为保公正，我让赵统领做主，你觉得如何？可以，不过我要我先开场，免得你输了之后又找借口。取我枪来！好奇怪的枪，从未听说用来打猎，难道是新式弓箭？皇兄，那我就先开始了。你可看好了，这是什么武器？黑不溜秋的，莫非这是前帝研究的新武器？看着有些古怪啊。管它是什么，有好戏看了。这么小，预备，开始！好！前帝好射术啊！10次击落7只眼，真是神乎其技呀！可不是嘛，不愧是跟着张将军长大的。这射术啊，就是放眼整个京城都无人能敌呀！10个数7只眼，这也太厉害了！许久不用这玩意儿了，射术都略显生疏了，10个数才射中7只，还算可以吧？皇兄，该你了。若薇，上阵的马上来。陛下，过来。来人，取朕的弓箭来。陛下这是抱着皇后实践齐发呀！不，这是陛下借皇后之手引弓射箭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弓箭怎么能一下射出10指？更何况他还抱着一个不会射箭的女人，相距数百里，精确命中，这不是胡闹吗？哎，陛下，不可，我不行的，快放开我！周元，你就别装了，万一到时候输了，丢脸的可是你自己。你还是乖乖退位让贤吧。让他装，就算他能射出10箭，也绝对不会全中。赵统领，开始吧。开始。哎呀，弯弓从此去，飞箭如雨急。孤川云际远，落处栖尘苍。哎呀，陛下呀，您这箭真的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呀！是啊，这陛下的箭术果然超群，放眼天下，天下无比呀！怎么会这样呢？他明明骑射西松，怎么会有如此高超的箭术？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？陛下，好厉害啊！朕更厉害的地方，你又不是没见过。老臣年轻时曾有幸看过镇国将军的射箭，彼时的镇国将军可谓是天下第一的神箭呐。可如今一看，却都未有皇上的1分之一啊！10箭齐发，且百发百中，这等箭术堪称神迹呀！真没看错呀！臣等跟随镇国将军多年，一直没看见过10箭齐发的场面。陛下神威，我等佩服。周元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既然比试我赢不了你，那我就杀了你。只要你死，这江山就是我的。陛下小心！周琴，你竟敢对陛下动刀枪，速速放下武器！你们还真是蠢呐！真以为我从南宫里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就是为了跟你比一场狩猎吗？朕的猎物永远就只有一个，
就是这大秦的江山。周琴，我奉劝你即刻收手，放下武器认罪。倘若你再执迷不悟，休怪我无情。给我上！哎呦！陛下！妈的，时代已经变了。高科技的含金量，你懂不懂？这玩意儿可比你们手里那些刀剑厉害多了。你们谁敢再向前，他们就是你们的下场。周琴，你真的以为你所谓的科技能伤得了朕？伤不伤得了你，你试试就知道了。今天一个都别想跑，都得死！你不是想一心求死吗？那我就成全你，你先死！陛下，危险！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躲得开子弹？哎，这，陛下，你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哼，这乃是修仙者，岂是尔等凡人所能猜忌的？陛下不要！这子弹可是工匠特制的仙品，用晶铁熔铸，足以扭曲钢铁啊！他竟然毫发无损，这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行了，有什么伎俩再使出来，别浪费时间。朕的 AK-47呢？给朕用步枪！朕就不信了，你还能接得住这枪林弹雨？就算是你会修仙又如何？给我开枪！开枪！啊！这闹够了没有？闹够了，就该震了。子弹居然停在空中了，这是仙术啊！陛下神威，臣等之前有眼无珠，请陛下恕罪，请陛下恕罪，请陛下恕罪。陛下，这，你不是说玄学永远敌不过科学？那朕要你看看，在修仙者面前，你所谓的科学根本不算什么。我的火箭筒呢？朕要炸烂他的破盾，炸碎他的仙术！周元，你别得意，这玩意儿可以炸穿3米的城墙，就算是你的气盾再硬，你也抵挡不住。我看你还怎么装神弄鬼！陛下，这完了！
完了呀！这么大一个炸药桶，周元这次肯定完蛋了。快跑，我们赶快溜吧，不然一会儿爆炸之后，我们连骨头渣都剩不下来了。可不是嘛！你看那弹药比我脑袋还大，这要一会儿炸了，那不是连渣都不剩了？陛下这次恐怕真的顶不住了。快跑吧！等等我！陛下，我相信你，不管是刀枪还是炮火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周元，你去死吧！天地元气，为我所用。我的火箭弹怎么会变成火呢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前帝周秦意图谋反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还不束手就擒？束手就擒？周元，你别得意的太早了。镇国大将军统领的那支现代军队，那才是我真正的主力。他现在应该已经到了皇城门口了。对，等大军攻破城门，定会将你碎尸万段。赵统领，把周秦给我押下去，稍后再审。至于胡玉儿，把他押进朕的寝宫，朕今晚要单独审讯。你是。别碰我！别碰我！陛下，救我！陛下！周元，你给我放开他！你不是人！你给我放开他！你要干什么？跪下！我不跪。围猎那事儿，就算再让我选一次，我也不后悔。你这贱人，你还傲娇起来了！在这宫里，朕让你跪下，你就得跪下；朕让你脱衣服，你就得脱衣服。你这个暴君，就算你打死我，我也不跪。把头发盘起。陛下，求你不要这样。朕说让你把头发盘起来，你听不见是吧？你根本不是人。末将有紧急军情。干什么？这要是让别人看见了，我该怎么办？躲什么躲？从现在开始，朕要所有人都知道你现在是朕的人。过来。进来。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陛下，张振山率领10万大军已到达皇城门口。他说什么？说要陛下您亲自打开皇城门，负荆请罪，不然他就要踏平皇城。来得正好。爱妃，待会儿你就随朕一起出城去迎接张将军。哦，对了，把周琦那一等人给我带上。诺。美人，待会儿就要见到你的夫君，开心吗？你混蛋！混蛋！朕就喜欢你这么较真。
李松恭迎镇山将军，将军辛苦了。大军远道而来，本相已备好粮草，请将军入城歇息。恭迎将军，将军领兵护驾，乃是大前之幸啊！陛下若知将军到来，定当欣喜万分呢。哎，这镇国将军咋不下马呀？一点礼数都没有。嘘，你没看到他身后有10万大军吗？周瑾乃大前正统，却被周原这个逆贼软禁南宫，我张家更是被他株连10族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楼上的守军给我听着，赶紧放我军进去，若有阻拦，格杀勿论。将军息怒，将军息怒，城门即刻就开。守城的统领，还不快快下令！这什么怪物啊！如此庞大的身躯，竟然还会自己移动！你看到那根黑管子没？这他娘的比我们城池都要粗！要是被他发射出来，恐怕皇城底下的城门都抵挡不住啊！尔等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开门！再不开门，休怪本将军就用这铁甲巨兽亲自拆了这城门！是谁用这种装神弄鬼的东西？给老子滚出来！镇国将军，这么着急送死吗？是谁？镇国将军，见君不下马，已是坏了规矩，这点分寸，你应该懂吧？哼，下马！你不配！你用见不得人的脏手段谋权篡位，识相的给老子打开城门，束手就擒！老夫还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周原，你看见了？下面的东西，只要一炮，你就会粉身碎骨。陛下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过来，朕让你过来，你听不见吗？周原，你个混蛋！你对玉儿做了什么？她为什么这么听你的？你说呢？你的皇后很顺。你混蛋，周原！你……陛下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好大一头钢铁巨兽，比城门还高，它还会动。末将活了30来年，从未见过此等庞然大物啊！你看那前端的圆口，莫不是能吐火的凶器？吐火？哼，这叫坦克，钢铁铸就，刀枪不入。周原，你那点把戏在他面前简直就是个笑话，还不快快速速投降谢罪！投降谢罪！投降谢罪！来人！陛下，开城门。是。什么？开城门？陛下不可，城门一开，叛军便蜂拥而入，京城就完了。陛下不可呀，陛下！陛下万万不可呀！
万万不可呀！陛下，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陛下。周元，你是真傻呀，还是在这装疯卖傻呀？就凭你单枪匹马，还敢跟我的10万大军硬碰硬？周元，我看你是急着投胎吧？你这凡人之躯，跟纸糊浆似的，你能抵得出一炮吗？陛下，您千万不能下去，城外叛军数10万人，还有那头钢铁巨兽，您孤身一人，这样太危险了。陛下，末将愿带3万精锐守城，您乃95武之尊，切不可以身犯险。是啊，陛下，我们得从长计议，哪怕紧闭城门死守，也比您出去送命强啊！起来吧，诸位的心意朕明白，但蚂蚁望天，尔等根本不明白朕真正的能耐。开城门！陛下，传陛下旨意，开城门！周元，你倒是挺有胆呀。不过这也挺好，今日我定要替先皇清理门户，杀了你这个暴君，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个暴君围起来，谁要是取了他这人头，赏黄金1万两，官升3级。啊！陛下，我军大势已去，不如暂且投降。臣等会劝说先帝饶您一命啊！是啊，陛下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李丞相、王御史，朕记得当年你们是第一个跪着迎朕登基的，这如今见风使舵的本领，你们倒是越发熟练了。少废话！李丞相、王御史，再敢多言，我连你们一起处置！哼！给我上！诸位，张振山以下犯上，勾结乱臣叛乱，已是死罪。今日，朕念在你们为大秦战斗的份上，饶你们一命。现在给我放下武器，朕可以既往不咎，否则定斩不少。一群贪生怕死的东西！来人，给我开枪，把他打成筛子！哎呦！本将军就不信了，让坦克准备，把枪口抬起来，对准周元。我倒要看看你的仙术能不能挡住这炮弹。陛下小心，小心！贱人，你让他小心做什么？难道你的心也向着他了吗？你们都看到了吗？现在这炮口已经对上了周元，他死定了。赵统领，你现在放了我，等我重新坐上帝位，我还能给你一个护国大将军。周秦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赵统领自追随陛下那日起，就立誓要忠君爱国。今日，他就算战死在这城楼之上，也绝不会背叛陛下，更不会放了你这个逆贼。赵统领，你个不识抬举的老东西！等我炸死他，我第一个杀了你！哼！周元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遗言？哼！
这炮弹，别说你这凡人之躯，就是这座城楼，也会一炮击毁。你以为你的仙术能抵挡得住吗？哼，遗言，朕不需要。哼，你不是说这炮弹厉害吗？来，给朕看看它的威力。哼，简直是找死！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传令下去，坦克开火，给我轰了他！哦，哟！陛下，给我炸！给我把它炸成碎片！朱元，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！这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这炮弹怎么会伤不到他？这不符合科学常理啊！陛下仙术通天！陛下万岁！陛下万岁！万岁！陛下万岁！这什么鬼东西？怎么可能？说什么？刚才肯定是哑弹！所有人跟我一起，步探协同，给我上！既然你们找死，那朕就成全你们。谁来？天威，这是天威！张振山，张振山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有坦克继续攻击，给我炸死他呀！对，我还有坦克，快，给我瞄准周元，给我把他轰成渣！给朕跪下！天哪！陛下这是何等神力啊！竟然把这钢铁怪物生生的逼退啊！这是传说中的隔空御物啊！陛下的仙术竟然已经强大到如此地步了！陛下万岁！陛下万岁！陛下万岁！快看，那钢铁怪物炮口转向了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可能？这个炮口怎么转向了？不知道啊，他现在好像根本不受控制啊！陛下真的做到了！陛下仙术通天，反贼必败！这是先帝显灵，先祖有我大钱呐！陛下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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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，我是现代人，我有现代的科技，凭什么斗不过他？我不服！我穿越到这个土中世界是来享受的。陛下，你是打不过他的，要不你还是认输吧。认输？我才不会输！我绝对不会输！我不会输的！怎么可能？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张振山，你的钢铁巨兽没了，现在该轮到朕了。周元，你放开我！我可是大前郑国将军，你杀了我，
大前边疆将无人可守。朕就是天。死！你这暴君，你不得好死！陛下万岁！陛下万岁！陛下万岁！末将愿归降，求陛下饶命！求陛下饶命！既已归顺，朕便不再追究。若来日再敢叛乱，定斩不饶。谢陛下！陛下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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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威猛，臣等誓死效忠陛下，誓死追随大前。陛下仙术通天，威慑四方，有陛下在，我大前定能长治久安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臣等日后定当忠心耿耿。朕让你们起来了吗？跪下！朕平时最讨厌墙头草小人，你们给朕在这跪上7天7夜，若是再犯，你们知道后果。谢主隆恩。周元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张振山死了，边疆就没有人镇守了。你赢不了我的。陛下，周秦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。张振山虽为叛将，但边疆的防务的确依赖他麾下的军队。如今他已死，边疆防军群龙无首，若是此时敌国来犯，恐怕会出乱子。陛下，姐姐所言极是。虽然大前还有其他武将，但是对边疆的地形、敌国的部署并不熟悉。倘若现在贸然调兵过去，怕难以应对。怎么，现在都以姐妹相称了？臣妾请求陛下开恩，不要杀了周秦，他毕竟是您的臣弟啊！压下去。周元，你不能好死！陛下，紧急军情，倭寇那边派来使者，说是因为咱们大前的货船停止给他们供给，他们要跟咱们讨个说法，还说若是我们不给他答复，他们就起兵攻打咱们的沿海城镇。倭寇使者现在在哪儿？回陛下，就在城门外的医馆候着，只等陛下命令。去太和殿准备迎客。陛下，倭寇使者已带到殿外，请陛下示下。让他们进来。这倭寇怎么来了？大前皇帝，久仰大名啊！不过看城外那一片狼藉的样子，想来陛下刚平定完内乱不久啊。自家都乱成这个样子，难怪连给我们供货的货船都停了。陛下，臣妾查过了，此次断供并非朝廷下令，而是与倭寇贸易的胡家以货物短缺为由停了船，所以才导致与倭寇的供给断了。陛下，倭寇向来蛮横，我们刚平定叛乱，不宜与外邦交恶啊。是啊，不如先跟他们好好商议，恢复供给，稳住他们再说，免得他们借机生事啊！供货之事朕已知晓，就算这胡家不停船，朕也打算停了供给。陛下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凭什么说停就停？哼，凭什么？就凭你们的价格配不上我大钱的货。假如继续补供给也可以，价格翻10倍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你说什么？
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跟我们提要涨10倍的价格！你知道我们倭国的实力吗？信不信我们现在就出兵，踏平你们沿海城镇？我劝你识相点，别给人不要脸。我肯给你做生意，又已经给你面子了，你还漫天要价？既然给不起价，那这生意不做也罢。你们若是想打，朕随时奉陪。大前皇帝倒是有几分胆量，不过口说无凭。不如我们来场比戏如何？说，你们大前和我们倭国双方各出人手比戏，喜斗，不分刀兵，3局2胜，败者向胜者各地赔款。敢不敢接？倭寇狡猾，空有诈呀！我们朝廷啊，刚经历了内乱，这人手不足啊！哎呀，怎么比试啊？陛下，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。怎么，大前皇帝不会是怕了吧？在下素闻大前那是天朝上国，见利一见，不过就是一群书呆小辈而已。要不，你们就直接跪地认输吧。哼，朕答应你们，但这还要加一条：若是你们输了，除了依约付10倍价格之外，你们要对大前俯首称臣，成为我大前的附属国。往后每年按例进贡，半分不得有误。好，就按陛下您说的办，你就等着割地赔款吧。陛下，倭寇这次肯定是有备而来，咱们真的要和他们比试吗？万一输了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放心，朕既然敢答应，那就有把握赢。这位就是我倭国刀法第一人，专修50刀，10年来从未有过败绩，曾斩杀过你们沿海无数将领的脑袋。今日我就要为死去的同胞报仇！杀了他！死斗第一场起！3家之力，你必死！嘿！哼！废什么话！先来受死吧！有这打不过呀！徐统领不善于近战，刀剑相拼他吃亏啊！好啊！好！第一场大前胜。第2场准备。你先休息一下，让赵统领表现表现。末将定不辱使命。记住，一定要用忍者的手段。嘿，我的明白。死斗第2场起！赵统领，这是暗器，手段可耻，肮脏！兵者诡道也，这是你们大前的古语，不会忘了吧？
这真的不愧是倭狗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赵统领，口吐烈焰，这是仙术啊！这比试怎么能用如此阴狠的手段呢？这是我倭国的忍术，使刀不分刀柄。你总不能不让我们用忍术吧？赵统领，忍术下台吧，我们还有机会。这怎么回事？陛下，你插手比试，这坏了规矩吧？第2场，大前认输；第3场，朕亲自上阵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是陛下要亲自下场，好，那就规矩照旧，打死概不负责。陛下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皇后，陛下仙术了得，岂会怕这些倭狗？仙术，早就听说大前有一位沉迷炼丹的废物皇帝。这位皇帝说的不会就是你吧，陛下？大前皇帝，你的刀剑呢？打狗不需要用刀剑，空手足矣。那等会可就别怪我们了，杀了他！我赏你800大钱女子。第3场开始。且慢，陛下，你们一起上吧。大前皇帝，你连兵器都不配，居然还想以1打3？朕说过，打狗不需刀剑，空手足矣，无论多少。哼，马给我！你真的以为这世界上存在仙术不成？居然敢口出狂言，侮辱我倭国人种！今日我必让你人头落地！放肆！谁给你的狗胆，敢侮辱我们陛下？你一起上。你真的是找死呀，陛下！既然你存心找死，那我就保证让你死得难看。第3场开始。剪断他的须肌，放干他的血，让大前人知道谁才是他们的主人。是。周元，这是我练成的火焰忍术，能烧穿钢铁。这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力量。去死吧！放开我呀！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好火球之术怎么会被你吸收了？你到底耍了什么手段？老大，我的忍术对他的邪术好像不起作用。没用的东西，用火不行，那就用水，用我们水灯淹死他！水灯水手！好，这是什么妖术？竟然连水也能吸收！这乃是修仙者，岂是你们这些皮肤能够撼动的？你究竟是什么妖物？你们的烈焰烧不坏朕，你们的大水也淹不死朕。现在，这些朕都要统统还给你们。
哎呀，好啊！陛下饶命！鄙人知道错了，鄙人不敢口出狂言，不敢挑衅大臣。求陛下，你在两国邦交的份上，饶臣一条狗命。怎么，方才还要嚣张让我大钱分割国土？怎么，现在来求饶？确认回去传我国主，从此不再犯大臣边境，明年还会向大臣上贡，求陛下感恩。陛下仁慈，定不会与我的这种小人物计较。仁慈？你们这些宵小之辈，坏我大钱颜面，伤我大钱子民，这些朕都要你们用命来还。火在我身体里面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给朕死？陛下万岁！陛下威武！大钱万岁！倭寇挑衅已是严惩，日后若再有外邦来犯我大钱者，朕定会叫他们付出血的代价。遵陛下令，誓死护我大钱！陛下，户部刚递来的消息，胡家的船停在码头，半月一艘都没动。倭国那边因上次通商之事已生嫌隙，如今南境的安南、暹罗等使节还在等候供货，若是再断了水路，恐怕要得罪更多外邦了。皇后不必担忧，这胡家掌握着这大钱80-90的船只，觉得可以断了朕的命门。你放心吧，他会乖乖把手中权交给你。毕竟这大钱的江河不应该在逆臣手里。可胡家毕竟不同张家，如果逼急了，万一他们……没有万一。他们若是识趣，朕可保他们一世平安；若是不识趣，朕的雷法正好试试能不能劈在他那船坞上。老爷，京城送来一封信，可是我女儿胡玉儿的信。将所有粮船烧毁，迟则生变。周秦，信传出去了。胡年那老东西要想保住胡家，就必须烧了战船。哼，倭国本就对沿海虎视眈眈，没了战船，周原纵有仙术，也变不出船队来。没了船队，他拿什么和我们的船队抗敌？到时候沿海一乱，朝堂必定慌了手脚。恐怕乱的可不止朝堂。倭人一打进来，周原必派兵去守。他一离开京城，我便暗中联络旧人。哼，这大钱的江山依旧是我的，到时候我要让周原尝尝从云端摔下来的滋味。弟妹真是好兴致，
朕的寝宫何时成了你沐浴的地方？陛下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朕的养心殿，你说朕怎么来了？还是说你想朕了？陛下，臣妾不是有意冒犯，是皇后娘娘说宫中汤池今日检修，让我来这里。陛下，臣妾只是一时情急才……若薇这丫头倒是费心了，一时情急。朕的寝宫禁地，岂是一局情急就能搪塞过去的？转过身来，转过身来，朕让你转过身来，听不见吗？陛下，请联系。陛下，你这是……朕从不强人所难，只要你不愿意，朕以后都不会为难你。陛下，臣妾只求你放过周乾。哦，夫妻百日，他毕竟是我的夫君。只要陛下肯放过周乾，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做，哪怕是留在你身边，做一个见不得人的侍妾，我也认了。好，胡年这个老东西果然按我说的去做了。战船已毁，倭国一旦进攻，沿海防线必破。陛下好计谋，周原那小子纵有仙术又如何？我看他没了战船，如何抵挡倭国水军？待他出兵沿海，京城空虚，咱们的机会可就来了。陛下有旨，请前帝与太后一步，前去面见陛下。哦，他现在宣我们过去，所谓何事？请二位随我走一趟，自然知晓。站住！这周原见面，为何要选择寝宫？究竟是何用意？到了，二位就清楚了。爱妃，你为何在此？还裹玉袍？你为何在此？我周原，要保周乾，就乖乖配合我。贱人，你为何跟他如此亲密，还当着我的面，你置我于何地？你胡玉儿，你怎么如此不守妇道？还和这个反贼眉来眼去！哼，反贼？究竟谁是反贼？你下令让胡家烧了战船，置沿海百姓于不顾。反贼，应该是你吧？什么？我不清楚你在说什么。我这几日一直在软禁殿内，哪儿都没去，船被烧了，与我何干？玉儿，过来。给朕捏捏肩。刚才运动量有些大了，现在有些乏了。玉儿，你不能去。
你不能去！你忘了我对你的情谊了吗？你忘了我对你的好了吗？家人！妈的，胡月儿素来高冷，老子都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，她凭什么？若真与你无关，那这些又是什么？来人，把证据呈上。是。这信纸怎么会在你那儿？怎么会？陛下，你当真下令让我胡家烧船？你可知这是诛灭九族的死罪？你为何如此陷害我胡家？我没有。我的好皇帝，朕本不想杀你，就想让你看看这大钱的江山在朕的管理之下是如何发展壮大。可你非执迷不悟，非得逼朕杀你。不是我，是他，就是他，暗中联系他爹烧的船。我这几日一直在那冷宫殿内，哪儿都没去，更没有跟任何人联系。我怎么会做到这些啊？要杀就杀他，与我无关。你说什么？就是你连自己爹烧的船。玉儿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不守妇道也就算了，竟然不顾沿海百姓的生命，你简直心如蛇蝎！你混账！周姐，我处处为你着想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你真把自己当什么东西了？你不过就是一个土著的奴仆而已。现在看清有些人的真面目了吧？好皇帝啊，朕忘了告诉你，不止在皇宫里，任何地方任何事情都逃不过朕的眼睛。你什么意思？出来吧，胡家主。周乾，没想到你竟然会污蔑我的女儿！老夫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你，而你却如此待我。这些战船可是沿海数十万百姓的屏障啊！如果将这些战船烧毁的话，百姓可如何抵挡倭寇？倭寇要是真打过来，会有多少百姓家破人亡？老爷，事到如今，您打算怎么办啊？船绝对不能烧。像我胡家世代守着这片海，我们真要将这船烧了的话，不仅对不起百姓，我们更会成为千古罪人，还会被世人触我们脊梁骨。你先出去吧，让我独自想想对策。是。好笑，太好笑了！把我逼到这般境地，我又能怎么样？周乾，我们胡家这么多年为你做了这么多事，你却不顾半分情面，你现在连老天都看不惯你了吧？啊！陛下，求陛下开恩，不要杀我父亲。他虽烧船逼宫，但始终顾念我胡家百年基业，绝非真心反逆。他定会助陛下抵御倭国。报，陛下，不好了！倭寇带着大军已经兵临城下了。有人说在城里当蛇头乌龟吗？本天王带3万勇士而来，今日便踏遍你这沿海小城，全力狗头。统领，咱这城门是新修的，怕是挡不住倭寇的大军啊！陛下还没到，大家撑住，绝不能让这帮倭寇进城！勇士们，给我杀！区区倭寇，
敢在朕的地盘上嚣张！周元，你那装下弄鬼的妖术也就偏偏蠢货。本天后的3万勇士，个个骁勇善战，你的先例再强又如何？打得过刀劈剑砍吗？陛下，城内刚经历大战，恐怕很难再调来多余兵力来对付倭寇大军呐。是啊，城门本就被张振山摧毁过，现如今临时搭建，本就不牢固。那倭寇若是要强攻，我等岂不是……住口！有陛下坐镇，大钱不会有事的。周元，别以为赢了几个连决，就认为大钱贤术强过倭国人数了。陛下，倭寇人多，当心有诈。是啊，陛下，姐姐说的对，小心有诈。无妨。朕的先例纵横千里，恐怕不是你一个倭狗就能解决。朕劝你们还是一块儿上吧。这城外的地方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陛下威武！陛下威武！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杀了他！带小鸡臣上黄金万两！好强大的压迫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杀了他！去带小鸡臣上黄金万两！去！什么？一支压服3万军，此等神威，千古未见呐！是啊，这先例太吓人了！陛下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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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杀得好，替死难的百姓报仇了！陛下，有您在，百姓再无颠沛之苦。是，陛下，你太厉害了！别过来！我是倭国天皇，你杀我，10万大军会踏平你大钱。你的大军救不了你。等一下！我允许黄金万两求和。大钱百姓的命，岂是你黄金万两就能赎的？陛下让我来。大钱百姓的命，朕亲自讨。废物！一群废物！3万人，连周元的一根头发都伤不到，还全被他给宰了。这帮倭寇有什么用？陛下，我们斗不过他们的，要不认输吧？不，我不能认输，绝对不能认输！相信我，我还有底牌。暗夜统领，出来！属下在，将我的战衣取来。是。陛下，这是……陛下，我知道你还有底牌，但这是朕精打造的黑豹战衣，我藏了3年的战衣军团，该派上用场了。周元，你以为灭了倭寇就万事大吉了？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真正的高科技杀器。属下已备好弹药，随时待命。走，去皇宫门口候着。周元一到，就把他和他的仙术一起碾成渣。陛下小心！这什么怪物啊！朕乃天仙至尊，你当真以为就这些凡俗之物能伤到朕？哼，周元，死到临头了还在这装呢。你知不知道，我身上这套乃是黑豹战衣，纯朕金打造的。可惜啊，这时间紧促，没有打造出钢铁战衣。
否则杀了你，宛如捏死一只蝼蚁。所有人听我号令，将目标一击命中。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这战衣是我深藏了多年的底牌，本来想拿来对付北境的匈奴，今日我就送你归西。逆贼周元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你们这群墙头草，现在跪着过来认我儿为帝，尚可保留全家性命，否则放肆！陛下念在手足亲情，一而再再而三地扰过你们，你们不懂感恩就罢了，还敢犯上作乱，你们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贱人！等老子杀了周元，老子玩死你！陛下，他日战衣虽然凶残，但您能引天雷，一指破万军，臣妾相信您定能破了他们。好了，别跟他们废话，给我开火！先宰了周元身边这帮狗，再撕了他的仙术！周元，你以为你的灵气盾能护得了这么多人吗？你以为你的仙气斩得了这合金刀吗？周元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现在跪下来给我求饶，我可以让你苟活。不，应该先斩断他的四肢，戳瞎他的双眼，捅穿他的耳膜。我要他永日永夜都活在无尽的黑暗之中。混账！竟敢对陛下出言不逊！妈的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这么糊涂？那就先拿你开刀，给我开枪，先宰了这条狗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当狗的下场。周元，你杀我父兄，夺我儿帝位，今日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区区蝼蚁还敢如此嚣张？蝼蚁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到底谁才是蝼蚁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真金的！本尊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。你干什么？要干什么？区区黑豹战衣也敢在朕面前成杀气！陛下威武！陛下万岁！陛下威武！陛下万岁！陛下，陛下你怎么样了？我的军团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我可是你皇兄啊！陛下饶命！我错了，陛下饶命！杀你们，脏了朕的手。对，你们害先帝，逼百姓引倭寇，这桩桩件件都需要给大前百姓一个交代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朕抓起来！3日后，朕要在午门设台，让他们当着全天下百姓的面，让他们把朕说个清楚。遵旨。我是皇帝，我是皇帝，我不能给家面谢罪。你不能杀我！我是皇帝，我是太后，我不能给家面谢罪，不能。玉儿，你现在是周元的女人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说话肯定有分量，你快求求他，
求求他不要杀我呀！看在我没有碰你的份上，玉儿。对，玉儿，我求求你了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求你向陛下求求情，放了我们吧！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不要走。陛下驾到！你怎么来了？来嘲讽我这将死之人？嘲讽倒没有必要，不过这3日就要问斩了，朕只是来问问太后近来是否安好。哼，周远，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还挺硬气，只是可惜了这么好的领带。你说阎王爷要是见了，是不是觉得可惜啊？什么意思？朕的意思你还听不懂？跪下！朕念你非主谋，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，看来你并不需要。我输了，输得一败涂地。陛下，我不想识算你识相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朕的奴婢，朕就是你的主子，明白了吗？是，奴婢明白。过来，给朕宽衣解带。是，主子。罪犯周琴勾结我贼，图谋篡位，罪大恶极，判斩立决。看他还嚣不嚣张！我乃皇室宗亲，你没有资格杀我。皇室宗亲更当守土顾民，你通敌叛国，罪不容诛。时辰到了，行刑！不要杀我，我还想活着，我还想活着，不要啊！我还想活着，不要杀我！好，哎呀，大快人心呐！好啊，好，站得好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起来起来！谢陛下。有事起奏，无事赶紧给我下去。陛下，如今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四海蛮夷皆已臣服，我大前在您的治理下已高枕无忧。陛下，臣有疑问。俗话说，国不可一日无储君，不知2位娘娘腹中……哎呀，这是个问题。皇后，最近有感觉了吗？玉儿，你呢？陛下，你有好几日未曾来臣妾寝宫了。近日来可是苦煞了皇后姐姐，每日都找臣妾诉苦。月儿，你怎么能把我对你说的话告诉陛下呢？哎呀，最近确实有点冷落玉儿。今天晚上，朕就宠宠你。皇后，可否愿意望陛下早日立储君，
对呀，是该立个太子，可真是修仙者，也难以延续子嗣啊。让我想想怎么办。哎，有了！选妃，后宫佳丽3000。什么？选妃？后宫佳丽3000？你敢？